你看这条无抵抗哦，这管是关袂起来，甚至干规案拢关袂起来哦。讲做这台南府城的关大架文化流传到呾有上百年啊。这府城关大架起源呢，就是对这西路店开始的。有文书工作者是建议市政府爱甲这项有在地文化特色的物件，列作是文化资产保存。前后线查甫扛这顶桥，这是台南西路店的大脸用钉落去做，为了轻便，所以无加桥挂，改用红布来压风查好，有人搁较号做新壁桥。这款关大架是民间信仰中通灵的仪式之一，向定神明降价，因为是府城重要的民俗活动。不过随着时代变迁，人手减少，有的宫庙甚至停关。加在这阵西路店甲新不断开始培训少年仔，规定虽然严格，不过嘛有真侪人愿意为文化传承出力。一开始无接受过嘛。你会感觉你行到头就重，啊了慢慢啊久，你就袂感觉讲，应该是讲会惯习啊。那无讲，毋是讲惊啊人。袂使讲哦，是安怎？是较严格啊？是你当毋是伊规则袂样，啊个行袂着听遐老辈话。要开始咧做传承就对啦，要甲这个文化要甲做传承安尼啊。以西路店来讲，一礼拜训练3天，起头先训练脚力，时大清醒落去指导，到时才搁公开点签。那大咧唔单单是新名出巡，其实嘛有行医救济意涵。民间信用认为，若人患着未顺，就会来求神明转运。加上大咧的路线无固定，无人知影逐摆会往倒位去。有文书工作者建议，参加这款文化来做文化资产，才袂互人误解，甚至污名化。啊，西一年为啊西一年，就当做伊大家起价。毋过，阮咧训练新生，阮袂当安尼啦。阮的大家准讲，互西一年了，价无够采，佮拖去原有的所在，佮重新佮倒来。希望啊，阮有大家的人，然后伊有历史的庙，咱拢是保存者。如果伊有一个身份的话，是毋是个合法？足侪人毋知个污名化，其实伊是咧替咱地方的人吼，要有安宁。关大架通常伫咧暗时进行，文书工作者讲，即阵伫旧城区内，逐礼拜六加减会看到大架伫大街小巷转来转去，顺时钟头，这嘛豆豆啊，正做府城日常文化一部分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